诈骗的手路是百款，即嘛是又搁出现新的。有人伫人面册看广告，讲要招育幼院的志工，想袂到竟然利用做公益，利用民众的善心，共骗大耳。有一个老师因为安尼，全去互骗3000万。 不管平时也是假日，若是有时间，就去育幼院协助陪伴囡仔，做院内的志工，无求回报。不过做爱心的这份心，即马煞去互诈骗集团上着。看到脸书上面有一个在招募育幼院志工的广告，然后他就进去那链接加入他们的赖社群。一开始是想说是以出力的方式去做志工，但他们就是会说，如果你真的有心帮忙，一起就是募款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国内有一个女老师伫面册发现志工招募的广告，正热情点开连结，煞人引诱去LINE群组，为本来会出来斗相共，好洗脑变做出钱投资，获利的15%，各会当做公益，结果拢是骗局，损失超过3000万。现在有越来越多类似的诈骗手法，他们都会去假冒这些公益团体，他会先把你拉到一个群组里面，这其实就是已经你可以先有一个防卫机制。为什么你不可以直接在脸书上面或者直接电话联系？这种诈骗佫变新，利用找志工讲有车马费、津贴补助来骗民众，即马加强说明诱拐，即群骗真侪金钱，甚至假投资骗人的类型，毋拿这种。你是要交给那个帮你装潢的人。负责人领100万，互人快速动落来，讲是要付工程装潢费，去互警方要讲应该是一个讲法尔，无排除民众落入假投资的陷阱。起初表示需取款垫付装潢工程费用，而面对警方进一步询问时，便不再回复。诈骗离咱生活真近，爱小心，世界拢是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